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27號。這一期咱們先聊聊高考填志願。最近各個省、各個市陸續公布了高考這個分數，還錄取分數線。各個省呢，考生1290萬考生迎來自己的社會第一課報志願。他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內做出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，在這個關頭，很多家長幫不上忙，有的甚至還要添亂，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，甚至只會傳遞焦慮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所有人都知道，普通家庭幾乎沒有試錯成本。那由此一些高考填志願的這些諮詢機構就應運而生。而就在這麼大的一個市場裡面，根據市場調研數據，至少會有5%的學生選擇高考志願諮詢服務。因此有人估計，就這項需求撐起了一個20億到30億的市場，而這筆龐大的消費會在未來的10天內完全被消化掉，它是有效期的。各個社交平台上，高考志願規劃師，簡稱高報師，已經粉墨登場，摩拳擦掌。他們中的大多數一年只營業這10幾天，真正的體現了一年不開張，開張遲1年。而就在前2天，央視的新聞叫濾鏡粉碎機深入調查近1個月，有記者臥底了好幾個高考志願規劃機構，發現這個行業亂象已經令人發指，它的亂比保健品市場還要亂。這個由焦慮和短期需求撐起的市場魚目混雜。央視這個欄目大概10來分鐘的視頻，我看了一下，可以說是觸目驚心。很多所謂的專業志願填報師根本沒有初心，沒有道德，只為搞錢。這是他們自己承認了。他們對着記者暗訪的時候，他說我們就是沒有初心，沒有道德，沒有良心，只有這樣才能賺到錢。這個節目暗訪調查顯示很多機構成立時間短的甚至不到2個月，大量在校大學生兼職上崗，入職第一件事就是虛構身份，P 圖包裝。本科剛畢業的年輕人搖身一變變成資深高報師，10年經驗證書直接 PS 偽造，證本都是你給的，誰知道你有沒有10年？一位機構內部人員直言，也就是在社會上混，身份都是自己給的，完美的诠釋了這一點，自我包装。更離譜的是，他們全靠 AI 混飯吃，諮詢時直接讓 AI 生成話術方案，自己看都不看就照着稿子念，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。機構的主管甚至明說，不要花時間學知識，把精力全部放在忽悠家長上，讓他們開發低配 AI 小程序，高價賣給家長，再用價格壁壘誘導購買幾千到上萬的真人服務。就是家長先去諮詢 AI， 大概這樣子的，然後得出結論，對不对？引導你去真人諮詢，你去問所謂的高報師。而這個高報師的收費呢就不菲，把這個訂單班、職業本科助學班包裝成鐵飯碗，定崗定編包分配，故意隱瞞風險，合同工可能裁員，非全日制學歷等關鍵信息絕口不提，甚至混淆全日制概念，誤導家長。機構還大量招募水軍托，在群裡假扮家長，曬繳費截圖，提問引導。也就是你進了群之後，實際上真正的目標就是你一個人，剩下呢你裡面20多人、30多人、50多人都是假的。這就跟這個炒股的群一樣，那一套全部搬在這上面，这個提問引導制造大家都報了的虛假氛圍，整個群裡面都洋溢在一種樂觀積極向上的氛圍中。武漢某機構更與多所學校合作，主要目的竟是推自考本科助學班，也就是有一些所謂的高報師，這些什麼諮詢機構，他不僅要收家長學生的錢，他還為有一些自考本科這民辦學校引流，他介紹去一個學生，他還能賺5000，他就是2頭吃。一個學生提成5000起步，老板直言，我們其實不需要專業知識，就是搞錢的，非常直白，非常裸露，非常粗暴。如果对教育有初心，这个行业就不合適。為什麼亂象橫生呢？
2000多所高校，800多個專業，各省錄取規劃複雜，普通家庭難以短時間消化信息，而最需要幫助的普通家庭、農村考生卻往往更容易成為收割對象。孩子高考不知道考得咋樣，報一個志願2-3萬花出去了。AI 工具已能免費提供基礎志願分析，高價機構服務理應更精準個性化，但現實卻是制造焦慮、放大風險、隱瞞真相。每年這個時候，學生家長都要進入一段迷茫、焦慮、混亂期啊！所以我看了央視這個報道，真是又可笑又可氣。那些所謂的有10年經驗的高報師，根本沒有任何入職門檻，頭銜、履歷全部是亂編的，職業資格證是 PS 的，有的連名字都是假的，用在校大學生來扮演諮詢師，這個已經是有點良心的機構了。因為這些大學生好歹給自己填過志願，這就是他唯一的經驗，好歹是有過一次經驗呢。整個辦公室最懂志願填報的，可能就是前台的智能音箱。臨時工們只接受3-5天的培訓就匆匆上崗，培訓內容就是如何給家長制造焦慮，引導他們下單。老師的身份只是用來掩蓋銷售的本質。與很多類似行當一樣，這一行的盈利方式也是先制造焦慮，再從中漁利。很難見到一個大部分都是臨時工的行業。在央視的視頻裡，現在大多數高報師的工作只剩下 AI。我看這個視頻節目裡面還有一個細節，那機構的人說，你說自己有10年經驗，別人從哪裡知道？真需要證書，給張照片 P 一個出來也沒關係。老師是編的，證書也是 P 的，方案由 AI 來完成。分數、位次、選科、意向程式一填，一份志願報告很快就能出來。這原本是普通家庭自己，對吧，就能獲得的參考，但一轉臉，免費的報告就可能被包裝成1對1的定制、獨家規劃，以幾千元的價格賣給家長。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千問的水印 P 掉，也就是各個 AI 它把水印給 P 掉就完了。有些諮詢師甚至開通直播連線，當場念千問給出了答案。人類在做的是 AI 的信息二道贩子，而 AI 也有干不了的。在整個的高報規劃這個行業裡面， AI 唯獨不能替代的就是忽悠，這一關就由這個碳基來完成。這些機構會想盡辦法激起家長的焦慮，尤其是中低分數段的考生，是他們最大的利潤來源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要讓家長相信，雖然孩子分数沒有考得特別好，沒有發揮得好，但是可以通過填報志願一個好的規劃來彌補他的不足，從而實現彎道超車、逆天改命。一邊放大滑檔退檔的風險，一邊又給他們希望，引導他們去買更貴的增值服務，比如8保1的承諾能賣到15800元，幾乎抵得上2-3年的大學學費。更缺德的機構甚至會和某些職業技術學校合作，把學生賣到那些合作學校，一邊收學生的諮詢費，一邊收學生的招生中介費，收学校的，也就是完美的實現了一魚兩吃。本來是要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高報師們，卻成了最大的信息不对称。在央视的暗訪節目中，機構老板直言，人家說得很直白，有道德的人幹不了這行，也就是昧着良心賺錢。你有良心你就不行，你賺不了，良心没了，賺錢就容易了。售樓處售爺啊，在他的一篇文章叫1300萬考生的焦慮生意中，他說啊，高考志願規劃這個行業其實是被張雪峰帶到了不屬於他的高度。2016年6月3號，張雪峰正在上課，手機不斷有信息湧進來，他的一段講課視頻流量爆了，正是後來被稱之為封神之作的7分鐘講解34所985高校。他是被學生隨手錄下發到網上的，借着高考的熱度，在互聯網上迅速裂變，播放量很快破了1000萬。張雪峰迅速走紅，那些原本只在小圈子裡流傳的行業內幕，
專業真相和就業潛規則被他用最直白的語言免費講給了所有人。從他那裡，普通人第一次知道電子信息和計算機專業的不同，第一次知道電力和煙草行業的代際傳承是如何通過大學完成的，第一次知道生化環材真實就業環境，知道臨床醫學的長周期投入，知道金融專業對家庭資源的依賴。中國家長對專業志願規劃服務的需求因此被點燃，一個小眾零散的市場被引爆成一個龐大的收費項目。詹雪峰並沒有試圖獨吞市場，他的機構走的是高利潤路線，打造了高客單價和限量搶購的商業模型。12999元起步的心願卡，限額2萬個，往往可以在2-3個小時內售罄。他留出的空白市场成就了別人的飯碗。那些號稱有10年經驗的高報師成批冒了出來，哪怕是最偏遠的縣城也有了類似的服務。5000元一次的諮詢已經是入門價格。有意思的是，到今天為止，高考志願規劃師還根本不是国家認可的職業資格，就是在人社部呢里面也是找不到这一行業的。但是行業已經亂成了一鍋粥。像詹雪峰這樣可以指導志願填報的老師其實很少。志願填報考驗的不只是分數和學校的匹配度，更是對專業變化、就業趨勢、學校政策和家庭條件的綜合理解。它背後有大量枯燥的信息整理、招生簡章、錄取數據、就業質量報考、轉專業政策、專業分流規則，這些都不是3-5天培訓就能補上的。問題是，市場被點燃之後冒出來的卻是大量低端高報師，他們沒有長期積累，也沒有真正的判斷力，只是把公開信息和模板話術重新包裝，再賣給焦慮的家長。這些髒活累活，過去靠少數專業人士長期積累，更不用說現在學生擇校的變量越來越多，比如學校的轉專業政策，比如招生分流機制，甚至連食堂的評價和宿舍有沒有空調，這些信息往往需要一個更專業的信息庫，單憑人力收集很難做到。而這個森哥有句話說的蠻對，壽爺啊說的森割韭菜的割，大概是幣圈的那個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那個人叫什麼名我也忘了，姓孙，孙哥割韭菜。他说孙哥有句話說的蠻對，刪除所有90後之前出生的人的聯繫方式，能和 AI 聊天就不要和人類聊天。對，那個人說的，就把老登全部刪掉，聯繫方式不要跟老登聯繫，年輕人多跟 AI 聊天，不要跟碳基聊天，多跟硅基聊天。因為 AI 的进化，那些沒錢請諮詢師的家庭第一次有機會看到專業級別的志願分析，這是真正的信息平權。信息平權是決策平權的基礎。大多數人類諮詢師信息價值已經土崩瓦解，只剩下情緒價值，連教育部都看不下去，發出了預警：天價志願規劃師全是忽悠。對普通學生來說，在報志願這樣重大決定上，先用免費的 AI 完成基本的信息搭建是性價比最高的。有些專用 AI 產品甚至可以幫助完成自我認知的構建。扎心的是，大部分人寧願花5000塊買焦慮，也不願意花2小時面對自己。畢竟面對 AI 只需要打字，而面對自己則需要勇氣。美國作家大衛·布魯克斯把少年的迷茫期叫做人生的奧德賽時期。大多數普通人要獨自走過奧德賽時期，沒人指點，沒人兜底，選路要自己糾結，碰壁要自己消化。100多年前，毛澤東說差點成了製造師，也就是他當時寫作業的時候，他立志要去當一個製造師，因為一畢業就有工作，而且當時學費很低。今天 AI 真正把那些真話免費送到每個考生手裡，志願填報從來不是算命，而是算數。萬一花1萬5買到的不是前途，而是別人替你寫下的答案。草台班子可以繼續吆喝，但他們改變不了這個事實：人生的奧德賽時期終究要自己走完，
沒人能替你承擔選擇，也沒人能為你的後悔買單。所以與其掏錢買8寶一，不如先關掉直播，免費問一遍 AI， 再問問自己，這是你想要的人生嗎？答案不在別人嘴裡，而在你願意為自己負責的那一刻。這個壽爺他這個文章最後問問自己，這是你想要的人生嗎？對吧？答案實際上在你自己手上，你願意為自己負責的那一刻。我看了央視報道，我也覺得現在高考志願已經亂成這樣了嗎？它反映什麼問題？關於這個話題啊，我們在以前節目都說過，壽爺評論很有道理。這些需要諮詢的家庭和家長，首先是不願意動腦子，自己不願意花时间去分析一下、研究一下，而這樣的家庭很多反而是低收入，是農村的，而不能全是，他們更容易被收割。他們幻想着靠填個志願就能改命，那麼有了這個想法，所以才有別人收割的基礎。对這些騙子來說啊，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市场，這個韭菜不割那是暴殄天物，你情我願，所以就割上了。那這裡面中介推波助澜，对不对？他为了割韭菜，他制造焦慮，把信息本來就不太透明，不太叫系統，不太條理，都是這一塊那一塊的2000多個學校，幾百所學校，好幾千個專業，確實家長要面對的時候，或者考試面對的時候，無從下手。這個反映的什麼？還是反映了我們教育部門的信息管理透明，對這些還是有所欠缺。那正因為這樣不透明，對吧？再加上信息繁雜，就讓這些騙子有了渾水摸魚的機會。他們一邊制造販賣焦慮，一邊引流，準備割韭菜。他們自己說的很明白，幹這一行就是不道德，不能有道德，有道德你幹不了這一行，也就是你得昧着良心賺錢。在我看来，這行業確實可以稱得上是昧着良心賺錢。不管是誰，這個錢賺了，你看看，這個不是封建迷信，這也不是說這個區沾血風。你看看沾血風他的表現，因為他賺錢太容易，後面就開始飄，完全找不到锚點，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富的，一下就暴富，就開始飄，要捐款1個億，口氣越來越大。他每天給別人規劃人生，唯獨規劃不了自己的人生，那這不是一個失敗嗎？一個連自己的人生都規劃不了的，他在幫別人規劃，完了收高昂的費用，完了那些家長還把腦袋打破了去搶，每個收費的1萬多的，一個每一年高考季他收多少啊？然而他真正幫助的人有幾個？有多少人是真的因為花了錢在他那兒改變了人生？實際上，因為就像歷史不能重演一樣，這即便那些聲稱自己花了錢在他那兒報考，在那兒諮詢了之後改變人生的人，如果他自己去選擇，未必就差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？相反，很多人因為听了他的話，反而走的路更加艱難曲折。比如多少年前，這就在2020年還是20幾年、23年、21年、22年，他還在大力推廣土木工程，自己可以去網上視頻非常多。那你看現在土木工程還能找到工作嗎？你2021年你報的土木工程，你一畢業就失業，而且一輩子恐怕也幹不了土木工程了。大概這樣的。實際上我們很多過來人都知道，我在上大學的時候，你想想，我大學畢業的時候離現在都快30年了。我上大學的時候就有人給我們灌輸，因為那個時候大學也會請一些什麼名人什麼人到學校去講座。30年前他們就說了，大學畢業以後幹本專業的人非常少，不到10%，絕大部分都會改行。你想這是30年前，實際上你看畢業以後到現在，我那個專業搞本專業的恐怕就1、2個，還有3、4個、4、5個跟這個本專業有點相關，剩下的人跟着本專業就1毛錢的關係都沒有，八竿子都打不着，完全是不一樣的。這個恰恰說明你選個什麼大學，選個什麼專業沒什麼用，至少是選個專業沒什麼用，你選的學校恐怕有點用。從我走過的這路，我觀察到很多人實際上選專業不如選學校，選學校不如選城市。所以說孩子上大學，你首先搞定的是你要去哪個城市，這是首先要務，不是選哪個學校，更不是選哪個專業。你先搞定城市，在那個城市裡面去搜索哪個學校，你能進了哪個學校，你才說哪個專業。所以他的，當然我這個建議是功利性的，就是未來對你什麼事業成長，對你什麼收入啊、眼界，這是
相对来說是比較功利性的，所以你就選城市，再選學校，其次是專業。當然了，我們有4+1，我們也有各種叫曲線救國。前一陣子不爆出复旦那叫什麼碼農參加競賽，為了那4000塊錢獎金，5000塊錢獎金，我記得咱們做過節目的那個姑娘，人家走的就是曲線救國，先怎麼保送，怎麼进的复旦，进了复旦裡面最冷門最偏的一個教械師還是什麼，反正是那专業沒什麼人報，進了那兒，從那兒再去改专業，曲線救國进入复旦最熱門的自動化是吧？電氣自動化什麼之類的，那個人家是有專門的賽道，專門的路，那個不是普通韭菜能夠染指的，就像4+1一樣，那是為權貴、為有能耐的人專門開的一條路。所以我說的，我們作為普通人，你從功利主義角度看，你就得你先選城市，因为很多人你在哪個城市上大學，你大概率會留在那個城市，尤其那個城市是2線或者1線城市以上的，3、4線就不說了。現在很多3、4線城市也有大學，你在那兒上學，你以後留在那兒上班是嗎？我們人生很難規劃。你想张雪峰他是在哪兒上的學？好像鄭州啊什麼地方，上完了之後他也跑到北京去打拼，他是因為在北京解決不了戶口，孩子要上學，所以他跑到蘇州去了，蘇州買房就能落戶。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這中間他因為在北京孩子要上學了，他在北京本來是輔導考研，孩子年紀到了，他不是到了，是孩子出生了之後他得考慮小孩要在北京上學，必須解決北京戶口，他解決不了，所以他就去了蘇州。我為什麼講這個？因為如果說按照你，比如說你考了杭州，或者你考了成都，你大概率就在杭州待着，大概率，或者就在成都，或者你往上海去，只會往上跑，這就是選擇的不同。而這種選擇啊，有的時候就說了，就是選擇大於努力，指的就是這種選擇。當年我高考的時候，就沒人指導我，我就自己瞎填的，因為我第一理想就是北京，其他地方不考慮，要去就去北京。好，我有好多同學，實際上考的也有幾個考的還可以的，他們就選擇安徽，離家近，填安徽他分能填個更好一點的學校，大概是這麼考慮的，或者能填一個他心儀的專業。結果這就是選擇，他的專業怎麼樣咱也不知道。總之啊，我這專業也不咋地，反正以後畢業之後沒幹了。但是有一點不同，我選擇留在北京，他們畢業以後那肯定只能就在安徽。那在北京和安徽我們努力是一樣的，我們都是朝9晚5，都是一樣的，到點結婚都靠自己努力。他在安徽買了套房，有的還在小縣城買的，我在北京買套房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月供。他可能不用月供，他可能家裡湊一湊夠了，我們按揭。但是你想，这是我努力的嗎？不是我努力的。你30萬買的房子後來漲到700萬，這是你努力的嗎？這只不過你做了一個選擇留在了北京。那他也努力的吧？他在縣城的房子當時10幾萬買的，後來漲到30萬，現在賣不掉，租不出去。我舉這個例子很簡單，就是說你選擇很重要，選擇那就是選擇城市。跟着野村證券說的這個 K 型發展那條腿一樣的，不僅向地區集中，也向行業集中。那比如硅基，而硅基恰恰也就在這些地方，杭州啊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，就這些地方。所以說我覺得選城市是最重要的。還有第二個，你說那些高考中不溜秋的，對不对？中等的，這以我的觀察，其實那些真正愛學習的人少，上了大學還能玩命的學習的少，愛學習的人少，能學得進去的更少，能學有成果的更少，大部分人都在混日子。他就在學習，他也沒走心，就小和尚念經，有口無心，他學也是白學。反正你看那山自習天天坐在那兒，也不知道在想啥，抱着個書，他不如直接回去睡覺。也就是大部分人在那都是4年就鬼混過來的。你報個什麼專業都沒用，是不是啊？學啥呢？本科不能說所有人都沒學，那也個別人，一小部分人他愛學習，他也能學得進去，確實有人學，但是絕大部分人就是混4年。這個高報失，這高考填志願這種亂象，實際上反映着什麼？更多的反映是家長對這個就業的困惑。他們認為你選個好專業，以後畢業之後就能有好的就業，尤其是那號稱這個專業這個學校跟一畢業就跟哪個單位就綁死了，就能去那上班，還在有這種想法，這都是不切實際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大家都上班了，知道了，你就是畢業的時候給你綁定一個企業有什麼用？你綁定了一個企業，難道就沒有35歲焦慮嗎？
對吧？现在哪一個企業能幹一輩子？都是幹個3-5年，頂多了。你不走，企業黃了，企業沒黃，那也把你裁掉，優化掉。所以說，家長和考生都要打破這種焦慮。什麼焦慮？就是拋棄這些幻想。你只有拋棄了幻想，你才沒有焦慮。焦慮是因為你還有幻想，你總想着一個最好的方案，我能去哪兒鐵飯碗能解決一個月3萬，年薪50萬，我在那幹一輩子。不要有這個幻想，你只要把這個幻想給去掉，你就沒有焦慮，是吧？這個多看一看佛法，把腦子裡那種幻想給它去掉，從根上剪掉。我們生下來注定了是接受漂泊，接受什麼體驗，是吧？我們未來沒有一個工作讓你幹一輩子，你隔個2-3年、3-5年就得換工作，就得換賽道，就得被迫要去重新選職業。人生有起有伏，有2年好日子，恐怕要過4-5年壞日子。你很有可能是某個很不錯的企業的一个總監，有頭有臉，但是你也要做好準備，很有可能未來要去送外賣，開網約車，甚至給人擦玻璃。所以說要做好心理準備。什麼準備？走順風路這個路的時候不要驕傲，不要尾巴翹上天；走下坡路的時候，人生出低谷的時候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覺得自己啥也不是，一無所是處，就是個 loser， 就是垃圾，沒必要。要正視平常心，我人生就是這樣起起伏伏。所有牛的人，所有成功者，所有我們現在看到身上有光環的人，他們人生中也經歷過或多或少那種不堪的時刻。所以我們要拋掉幻想之後，你平常心，你就沒有這些焦慮，你才能靜下心來問問自己。我剛才說的是功利性的選擇，選城市，再選學校。為什麼選學校？如果學校名頭大一點，以後出去好吹牛。再選專業。但是如果真正的現在，我認為反正工作都不好找，所以反而我建議考生，你選一個喜歡的專業。那這個時候比如說我喜歡這個專業，把專業放低，我是你喜歡的，而不是說好找工作的，千萬不要搞錯了。是我真想了解這東西，我真想以後我覺得搞這個挺有意思的，那你就選這個專業。如果在北京有，你進不去，北京有這個專業的恐怕學校分挺高的，那我就不去北京，我就去淮南什麼學校有這專業，我就去那兒，沒關係的。這是為興趣、為愛好付出。那這樣至少這4年裡面，你可能會花時間，真的花在這上面去研究的，因為你感興趣啊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。一旦有了興趣，你恐怕那時間不會荒廢，你就會真的花點時間去學一學。這個對人生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。反正你是北京畢業和淮南畢業都是找不到工作，都是送外賣。而且我剛才說了，如果你選興趣，實際上就是意味着你把這個收益，把找工作是放在第2位的，那不在第1位。把人生過什麼好日子啊放在第2位，你更注重體驗。那我覺得我是建議選這個興趣，你對什麼感興趣，我就要研究這個專業，喜歡這個專業，花點時間。那你在這個專業裡面，那你就盡量以你這分來匹配一個更好的學校，這個業內稍微好一點的學校。所以無論是家長還是考生，要問問自己，選什麼專業能讓你4年裡面不荒廢，對吧？如果讓我再回到30年前，我選什麼專業我不在乎，我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去看書，少睡覺，少睡大覺啊。但是恰恰我們那一代人估計都是睡覺睡過來的，反正也沒得玩，也沒什麼書看，沒什麼，那時候沒手機，也沒報紙，反正你要看書或者你幹啥的都要花錢。你喜歡看的小說，我告訴你，很多人圖書館不有嗎？我告訴你，好看一點書，圖書館你都借不到，都被不知道誰借走了，借走也不看，他也不還。不像現在的，現在知識太多的，觸手可得。我們那時候專業書沒人看，那圖書館裡都是，你借沒人借。你要借暢銷書看，你借不着。所以我覺得要想防止割韭菜，這種高考報志願這種亂象得到遏制，我覺得最起碼先從家長和考生端正自己的態度，是吧？不要老想着彎道超車，不要老想着走捷徑，要問問自己喜歡什麼，想幹什麼，你適合幹什麼。自己如果這些都不了解，那你連這些都不了解，那你準備以後你給別人規劃人生，就像詹雪峰一樣的也挺好。還有詹雪峰說了，我一直反對他這個觀點，說什麼平民家孩子不要去搞金融，簡直他說的是有那麼一點點合理。說你有背景有人脈的權貴或者是金融方面，那肯定是叫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他更容易出成績，更容易往上。
但是他这句話害死很多人了。事實上，現實中並不是說你家裡啥也沒有的，你就是農民，你就不能報考，你就不能進什麼金融行業，這完全是胡說八道。他這句話害了多少人？千萬不要這麼說。雖然我們只能說你有背景的，你要幹金融，你就更容易出成績，更容易跟人家勾兌，更容易怎麼樣就去交換变现。這個是社會不正正是這樣的，但是不代表你沒有資源就在金融行業幹不下去，這完全是錯誤的。我認識很多家裡就是農民出身，在金融行業幹得非常不錯，風生水起的。當然了，相比較高考填志願這個行業，咱們這兒哪個行業不是這樣的？哪個行業不亂？哪個行業不割韭菜？只不過高報師高考填志願割韭菜割得更直白一點，更狠一点，因為它時間短了，任務緊，就這麼10來天，用力有點猛，所以說大家有點受不了。如果這個行業它的1年365天慢慢割，那他就不着急了，它顯得優雅一點，绅士一點，裝得深一點，慢慢割。人家行業能割1年，他這只能割10來天，他能不急嗎？所以說我們最後還是要問一問，是誰讓我們這麼焦慮？難道就是高考填志願焦慮嗎？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